Hello，大家好，又嚟到我 NetCham 頻道嘅時間啦。咁呢集節目呢，就係 NetCham 馬膽嘅，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兩場賽事，每個場次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下嘅。大家都知道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頻道啦。每次講馬膽之前，都會回顧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上次 NetCham 馬膽 YouTube 免費發放第5場標誌星河 1.3 倍，呢啲唔係賠率嚟嘅，呢啲馬你話俾我聽 1.6 倍咧，我都覺得合理。1.3 倍就真係過火啦。光年魅力 1.5 倍都係夜馬，都係過火。呢啲馬 1.9 倍2倍我都覺得唔熱，去到 1.5 倍就真係熱啦。咁兩場都安居平五路嘅潘頓其實都好順利，所以話有時咁重飛係有佢嘅原因，即係攞隻光年魅力嗰場啦，兩隻實力馬至尊高超不同世界，轉彎直路一早飛出去，費事阻住太多馬塞住裏面咧，阻住一隻光年魅力就唔好咁樣嘅情況嘅，有啲係所以就有時有飛都係有佢原因。Patreon 提供嘅冷腳。第6場嘅海南寶 8.1 倍跑第2，上次呢隻馬我哋臨場分析嘅朋友都食到成口油啦，今次臨場分析咁當然都係有中呢隻啦。咁第9場嘅百威多贏就落第啦。咁上次提供嘅高出賽嘅馬就好翻少少，一隻第4進取飛馳，一隻第3快樂高球，呢個都係 YouTube 免費發放嘅。咁今次 YouTube 都繼續免費發放高出賽2號馬啦，第5場嘅起眼光同埋第6場嘅鄉村樂運俾大家參考一下。事不宜遲，講我聽日兩個場次。第一個場次揀第2場，第2場嘅馬膽我揀4號嘅四季醒。大家都知道我對希威森就冇乜好感㗎，但係見呢隻馬上次都係希威森跑，由季初嘅85分減到啦上次嘅66分嚟反彈啦，而家67分，好多分數喺手喎，好似嚇。咁上次希威森騎呢隻馬都可以嘅表現啦，當日咧彎前貼欄。直到貼欄不理嘅，所以咧四季醒同馬力咧嗰啲路線就走得啱啊，賺咗場地嘅。但係四季醒始終喺直路咁樣跑下嗰陣時，俾馬力一冚過嚟咧，都挨咗一至兩下，但係隻馬都冇磨滅到個鬥心咯，都繼續湧緊上去跑過第2咯。咁呢樣嘢我值得一讚嘅。咁本身呢隻馬曲錯1000都係耍家㗎啦。咁今次有個一檔，上次希威森都跑完咯，即係都唔係甩晒碌。咁今次我諗都可以繼續揾佢做馬膽。配嘅選擇，第一隻揀翻1號嘅星際快車啊，即係勉強揀嘅。佢有個2檔，咁喺呢個1月15號嗰陣時，谷咗1000咧，都係跑得好。但係之後咧，哇一堆賽績全部先4個馬位以上，唔係冇飛嘅添啊，有啲情況。咁今次減完分啦，落翻嚟3班係嘛？係啊，落翻嚟3班跑1000，有個好檔勉強拖住啦。第2隻配腳揀5號嘅路勁，試閘好啊，講完啦，試閘好。咁呢係馬都長期支持羅富全嘅啦。試閘我嗰陣覺得試得唔錯，隻馬走規啊，腳法啊，我都覺得幾好啊，亦都上咗力噶啦。睇佢谷咗1000。可能嫌短啊，但係睇下都對手唔係好多好硬淨之下，都應該會有啲睇頭嘅。上一場馬膽4號四季醒，配腳選擇1號星際快車同埋5號嘅路勁嘅。咁未講第2個場次之前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咁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咁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可能應該大約。我預聽朝可能係10點鐘左右咧，有全日嘅9場賽事嘅最後嘅首選，全日9場賽事嘅初步嘅首選、次選、副選啦。咁佢聽日每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有最後嘅首選、次選、副選啦。騎年動態、場地形勢、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咁上次嘅投注建議都幾焦頭㗎。咁睇下村民達月就係第2場啦。村民達月 Win Pay 話臨尾落飛落到40幾蚊。跟住村民大月拖4隻，咁就3、4紅彩都中噶啦嚇。團結勇士第4呢隻冷嘢，不過臨尾都有啲落飛，拉合2展紅威都喺晒度，咁所以都幾順利嘅呢一場，大家都幾豐收嘅。咁我哋唯有學下其他啲頻道，我哋要誇張化少少。哇！
臨場分析嘅朋友食到成口油啊，即係中到嘭嘭聲，同埋都叫你哋唔好買咁大㗎啦，村民大魚嚇，唔知9倍8倍買到40幾蚊咁樣樣，通常係咁樣樣嘅，咁所以我都要誇大下咁樣樣。好啦，咁除咗臨場分析嘅投注建議之外，大家都知道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孖寶嘅，因為你平時買馬會啲 WinPay 咧，佢自動抽係17.5%做抽水嘅。咁如何可以長期戰勝馬會呢個抽水咧？就係買啲星水嘢啦。咁有兩種嘅星水嘢，第一種就係大彩持有多寶嗰陣時，通常一派彩都會正啲嘅嚇。咁即係4連環4紅彩啊、孖 T 啊、3T 啊、6環彩等等啦。咁第二種方法就係買星水孖寶啦。譬如上次肥仔精神村民大悅41蚊、47蚊，二村一邊19.27倍，孖寶牌40.7倍，星水係足足111%，係1倍以上，唔係11%啊，係111%。二村一 win 係派192.7，孖寶派407，足足1倍以上。咁仲要 touch wood，村民大悅跑第二，你都有安慰獎收，所以長期買星水孖寶係非常之重要。咁上次亦都中咗一口幾正嘅光年魅力同埋龍之輝啦。咁所以上次有跟到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朋友咧，又係啊，除咗成口油之後咧，成面都係油啊，食得好肥膩啊，成面都係油。好啦，但係未必人如果大家對呢啲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歡迎經過 WhatsApp 68447635啦，或者 Facebook 同 YouTube 去聯絡我，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加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好，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咧，未必個個人啱臨場分析噶嘛。因為禮拜三晚你可能翻緊工，禮拜六日你可能家庭人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人睇我啲投注建議，所以 Patreon 嘅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超低會員純支持咧，海外馬嘅賽前次選副選啦，海外馬嘅賽前首選我而家免費放喺 Facebook 噶啦。你想賽前嘅次選副選咧，可以睇超低會員。足球股票咧，股票睇免責聲明咧，同埋預案冷腳獨家分享。冷腳係咩啊？海南寶咯。極低會員純支持咧，海外馬嘅賽前嘅次選副選啦，足球同埋股票咧，股票睇免責聲明啦，預案冷腳獨家分享，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計碼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嘅極低會員欄。大家平時睇開我直播計碼啊，有時我喺 Netchat 馬膽度都會放一啲分數出嚟睇睇啊，俾大家睇下，咁都知道呢啲分數係非常之具有參考價值噶啦。希望大家多多支持。第二個場次緊第9場，咁跟得我朋友呢個頻道多嘅都知道，馬膽係2號翠紅嘅。上次賽事都講到明錦杯，安康萬里高晒，馬膽飲杯拖咗安康萬里啦，當然咁。結果包 Q， 翠紅兩隻提下敗仗包 Q 翻嚟，仲要翠紅上次係幾艱苦啊！艱苦係因為佢出閘唔算太快，跟住轉彎已經係要比住咧上嚟咧，竟然咁樣越跑越順贏馬。我相信經過一次咁嘅經驗之後咧，隻馬喺谷草經驗多咗，再希望佢有少少進步。今次希望冇咁劣勢，所以樣樣跑翻，樣樣計翻嚟之後咧，加7分咧，其實唔算太多。咁希望呢隻馬繼續維持到一個好嘅表現啦。以佢跑翻出上場贏飲杯嘅安康萬里嗰個水準咧，三甲應該唔係咩大問題。配腳選擇咁就揀4隻啦，頭先揀2隻，咁都係好快咁講啊。1號運高八斗啦，長期近啊，谷草千二近排都。咁啊，11檔難跑啲啦，但係都要拖嘅。3號風雲冇事啦，上次其實都算唔曳嘅。當日好似係灣前貼欄較為好啊，朝朝醒天捉貓賺咗啊，風雲冇事係蝕嗰隻，翻到嚟都近。今次檔位亦都理想嘅，點都要拖啦。第3隻配腳雪勇神區啦，咁啊，上次都係連續2場跑第4嘅，上次都係何永年運高八斗嗰場嚟嘅咁。留得比較厚啊，湧上嚟偏慢少少步速啊，湧上嚟都湧得唔錯，咁亦都會拖翻住。第4隻係揀翻北地烈馬啦。上次其實係幾好嘅跑得，當日好似灣前貼欄都係有利，但係佢跑出嚟翻嚟贏出嚟嘅水準咧，我覺得係幾唔錯。咁今次升咗班，周俊樂繼續騎住有個3檔，亦都好跑，咁拖埋佢。所以場馬膽係2號翠紅啊。配腳選擇1號運高八斗、3號風雲武士、4號雪中神區同埋7號嘅北地烈馬嘅。
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啦。如果中意嘅話，俾個 like 同埋讚我，同埋分享段片俾啲朋友睇睇，去宣傳下頻道。如果大家對我以上分析有咩意見，都喺片頭留言。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下咧，都喺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留嘅謝謝 fans，我相當高興噶啦。咁大家留多啲言咧，我回覆多啲，咁 YouTube 就會知道我呢個係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咁我就會分享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漫迷睇，更多 YouTube 漫迷睇到，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全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加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我再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咧，將談賽馬主要做一啲直播節目嘅，例如直播賽馬論壇啊、海外馬直播啊、職場足球投注分析等等啦，同埋你而家睇緊 NetChannel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訂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s，第一時間知道噶啦。多謝你哋支持，下集再見，拜拜。